7.3萬座位嘅大球場就此棄置，廣州足球公園似乎無人問津兼無人接手。自從舊年7月媒體集中報道項目主體結構封頂正式開始索網張拉之後，呢一座規劃容量7.3萬座位嘅廣州超級球場，似乎變成無人再提起嘅棄置爛尾球場。而喺外界普遍擔憂球場停工嘅情況底下，呢座由許老闆親自設計嘅球場釋放咗個積極嘅信號，主球場項目並非停滯不前，更加冇被邊緣化，而係按照既定嘅工程節點穩步向前推進。最新消息顯示，山東亞百特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中標廣州足球公園場屋面鋁板、聚碳酸酯板幕牆及防墜落系統工程採購嘅項目。如果話主體封頂同埋鋼結構橫行架施工係做骨架嘅話，咁而家就開始着外衣啦。如果廣州足球公園正式落成，你最期待邊一支球隊進入成為主場呢？